我哋嘅項目叫做白煉成光。喺準備過程之中，將預備用作天然染料嘅色素同埋導電玻璃。先取出藍莓嘅外皮，再加入適量清水，然後將佢哋中爛，取出當中嘅液體作為天然染料，將 Titanium oxide 加入酸，攪拌至粘稠嘅狀態，然後將佢平均且光滑地塗在導電玻璃之上，然後放上去電熱器度烘乾。而工作坊嘅部分分為兩部分，首先會先進行有關綠色科技及環保可再生能源嘅介紹，並且說明同全球關注嘅環保議題，例如氣候變化、能源短缺等等。之後就會同同學一齊製作染料文化太陽能電池，以有趣而且充滿互動性質嘅方法，吸引學生對綠色能源嘅關注。工作坊亦設有問答環節，將會按照剛才介紹嘅綠色能源以及實驗內容進行提問，希望同學能夠吸收到工作坊中學習到嘅知識。可以見到同學都非常踴躍參與。